香港歌手刘德华本地昨暗要伫台北小巨蛋办演唱会，不过甲捷运公司沟通了后，是主办单位临时宣布取消，改伫拜六的时阵再举行。台北市长邱万安也指示捷运公司未来会甲丰泰停班停课办活动的部分，也列去合约来参考。我真的等了很久一对老太太拢在好，无法度接受演唱会临时喊停。小巨蛋的气氛是真歹，因为香港歌手刘德华是过11档，结果来台湾开演唱会，31第1场，所到去拄到空侪风台。主办单位本地是讲会如期举行，不过台北捷运公司介入沟通了后，主办单位下晡3点宣布停办，互伫遮等真久的歌迷拢哭啊，不办决策遮尔慢。只要是华仔说什么，我们会支持，但是他不要趋于不存在的压力跟恶势力低头。你要嘛，你是昨天你就先讲，而不是你昨天都不讲，然后我们大家到了你才先说哦，现在要取消了，那你不是很过分吗？基于观众人身的安全，所以我们按照契约规定通知主办单位，今天晚上的演唱会停办。一大堆歌迷无放弃，踮伫个现场无走。主办单位后壁随个改口，宣布演唱会延期到拜六11月初2。刘德华会一天唱2场，互歌迷是欢喜甲哭出来。真的很开心，可是我现在是刘德华太累了，他礼拜6有2场。因为小巨蛋现行的租用合约无纳入风台因素，外界认为讲台北市政府应该同步检讨，甲风台条款纳入各场馆未来活动合约。我们场馆的主管机关，也就是北捷，他们在未来因应举办活动，都会要将台风来袭，如果宣布停班课，这样整个情况纳入考量。记者综合报道。